陈玉峰老师有一届伊就伫咧面册谱讲伊做一寡草仔粿爱食袂了，伊讲啥若是要甜吼，摕物件来甲我换，吼。啊，我就摕我的诗集，啊，甲我写大字，啊，我问讲老师，我写毛笔字互你，啊，你要写啥？伊讲啊，无你就写草仔粿3字，吼，啊，我就写足大字的草仔粿吼，去甲伊换草仔粿。嘿，啊，迄天我搁照我的诗集去吼，啊，我就硬要念诗互伊听啊。我讲老师，你听我念我的台语诗吼，啊，念伊就讲，你这诗袂歹呢。我咧吼主持一个广播节目。你来上我的节目讲你的台语诗好无？我讲好哦，啊，我就去上2集吼，结果伊竟然甲我讲，啊换你来主持好无？我讲啊，哪有人吼一困就要甲工课有无吼？嘿，就安尼传落去，我讲我无才调，毋敢，毋敢吼，我就咧上节目尔吼，啊伊就甲我讲，你这诗会当做歌，所以今仔日我真正甲做歌对无？才有歌诗走唱团的产生，就因为老师吼，伊甲我讲，你的诗会当做歌吼，啊，我就讲，有影啊吼，罗汉秀老师嘛甲阮讲，啊，康元老师嘛找阮合作，写真济用诗做歌的歌诗，所以我自2017年出第2本诗集的时，我找老师甲我写吼，迄大画头啦吼。啊，伊就写一篇热长，我嘛带一个哇，我叫是3两句仔尔吼。啊，甲我讲，伊阁有真侪话还袂讲煞，等候我第3本伊才来讲。吼，所以伊家己已经注文讲第3本要阁甲我写即个序文咯吼。啊，毋过第3本甲当已经过无，你要10档啊袂出来吼，已经8档啊吼。我嘛毋知当时会怎，因为即几档6档来我拢咧做歌诗吼。前阵仔我拄着罗思荣吼，伊来中华，我拢来中华演讲，我拢会去甲伊吼斗相听吼。啊，因为爱甲搬即个器材，因为伊台北落来无方便吼，阮着规组器材搬过甲伊相听安尼吼。啊，我嘛甲伊讲过讲思荣，咱会熟悉，就是因为玉峰老师，吼，玉峰老师着咧甲我讲，罗思荣咧做歌诗吼。啊，阮着安尼，因为玉峰老师的牵线熟悉啊吼。啊，所以我感觉。会当用歌诗来推广台语吼，我相信这嘛是一条路。下早我伫咧鹿港参加文台诗社吼的即个大会，拄着迄梅川的吼，梅川的吼，迄个理事长赖雅丽吼，乱雅丽，伊就咧甲我真奇怪吼，伊来找我讲话，因为我下早有吟唱，伊就你吟唱足好听吼，迄面册我定定咧甲你按赞吼，因拢会来找我讲遮啦吼。我就伊就雄雄甲我讲，你捌迄林昌祥教授无？我讲，你若会去讲着即个人，我下晡就要来见伊啊。吼，伊就讲我着伊的学生啊吼。我讲哪缘分呢？遮尔趣味吼。下早我拄着一个人，伊甲我讲着昌祥老师，我就讲我下晡就是要来见伊吼，我要为伊唱歌。吼，所以大家有感觉这因缘合合吼，因为玉峰老师的一篇面册吼，因为吼廖老师吼一本吼散文集吼，来促成即个缘分吼，嘛见到真侪真久无看的好朋友啊吼，真侪大家拢是定伫遐咧做台文的创作，毋过真少有机会哇，招遮侪人做阵来对无吼，所以玉峰老师，咱是毋是应该搁甲伊鼓励一下吼？来促成即个缘分。接下来阮要来唱的就是第1首歌是《班级花》。大家有听过即首诗吼？即首诗是台中教育大学吼已经退休的即个彭耀乾老师所写吼。班级花就是咧讲吼，迄木棉花，大家拢知影，红红的花开满了木棉道。毋过真侪囡仔已经拢毋知影伊的名做班级，吼所以正名吼，咱要甲咱的台湾的名找转来，就是即首诗的意义吼。咱希望大家会当知影台语号做班级，毋是敢知影木棉花吼。第2首是罗汉秀老师的《台湾》，吼我等下拢会先朗读一摆，互大家知影阮咧唱啥，吼好接落来就为大家来朗读《班级花》。班级花，彭耀乾诗。第3月的暝时，要互恁听见，定伫身躯的鼓吹，喷出来的心声。温顺搁坚决，金色的意志，对予
风转世，头捌落地，枝捌断离，总是毋愿自类治。失声的苦痛，要为上深的腹内练习发声，一声搁一声，一声搁一声。我要叫做番薯花，毋叫做木棉花。第3月的日食，要互恁看见，坐伫身躯的心造，行出来的法相，端庄又搁坚强，金色的意志，像日头金细细，头捌落地，枝捌断离，总是毋愿自类治。生命的苦痛，要用软弱无力的枕头仔练习写名，一摆搁一摆，一摆搁一摆。我要叫做番薯花，毋叫做木棉花。
再来第二首是罗汉秀老师的《台湾》。我前2天特别甲罗老师讲，陈玉峰老师办即场即个吟诗会阮一定爱来唱台湾。因为玉峰老师是我心中上爱台湾的第一名。我相信无人会像伊行遍台湾的关山，所有的所在，伊翕真侪相，做真侪记录，为咱台湾的自然的山林贡献，我相信无人会当甲伊比。所以来献唱即首《台湾》，我先来朗读一摆。台湾罗汉秀诗，南岛民族上北的地界，先民出洋生托心中来，后来啊后来，有人渡过险恶的大海，原住民走入深山哪来？山是阿爸，海是妈妈，而我是山甲海的兄弟。日头出入的好所在，山岭小塔，云影归白，溪水伴奏，伫我唱歌。小小的岛屿，万般丰富。前途运命，家己来做主，有够幸福，这是咱的厝。上北的地界，先民出洋生拖心中来，后来，有人渡过险恶的大海，原住民早日亲山哪来，山是阿爸，是妈妈，你相信山甲海？山是阿爸，海是妈妈，你我是山甲海的兄弟。前途运命，家己来做主，有够幸福，这是咱的厝。前途运命，家己来做主，有够幸福，这是咱的厝。山是阿爸，海是妈妈，你我是。山甲
谢谢。主持各有确定的主持讲到底啊，安尼好。